實好多時大眾嘅市民都會以為深近視係一個好簡單嘅問題，戴翻個眼鏡就可以解決到。但其實深近視本身係一個病嚟嘅。咁何謂深近視呢？我哋醫學上通常會話，如果近視度數深過600度或以上，又或者個眼球軸數長過26毫米嘅話呢，咁我哋醫學上都可以診斷為之深近視㗎啦。點解深近視嘅人特別會容易患上眼疾呢？咁呢個同我哋眼睛嘅結構都有關係嘅。可以想像，如果我哋眼球係一個氣球咁嘅形狀嘅結構，當我哋眼球拉長咗嘅時候，咁我哋近視就會越嚟越深。咁但係喺眼球拉長嘅過程當中呢，其實眼球入邊嘅軟組織，包括我哋嘅視網膜或者黃斑點，亦都係會俾呢個眼球拉長嘅過程之中呢，慢慢拉扯到，或者慢慢變薄嘅。一個比較簡單嘅比喻就好似一條橡筋或者一個海綿咁樣。如果我哋拉長一條橡筋嘅話呢，其實個橡筋係會越拉越薄，甚至乎去到某個臨界點嘅話呢，個橡筋可以拉斷咗嘅。咁同樣道理，其實視網膜、黃斑點係我哋眼球入邊最重要嘅軟組織之一。喺眼球不斷拉長嘅過程之中呢，咁我哋嘅黃斑點亦都會被拉扯到或者拉薄咗。咁呢個過程當中就可以衍生成為好多唔同嘅黃斑點病變。第二就當然要睇翻我哋本身嘅病歷或者家族嘅遺傳啦。深近視嘅黃斑點病變通常都只會喺有深近視嘅病人發生。普遍嚟講咧，乾性老人黃斑點病變係比較常見，佢哋佔咗老人黃斑點病變入邊90% 嘅病人，而濕性老人黃斑點病變係比較少見，大概係佔咗老人黃斑點病變入邊1成嘅病人左右嘅。咁而老人黃斑點病變主要嘅成因都係同年紀大有關。當我哋年紀慢慢變大，就會有啲唔正常嘅代謝廢物積聚咗我哋黃斑點嗰度，慢慢咧，佢就可以令到我哋嘅視網膜細胞受損。喺乾性嘅老人黃斑點病變，呢啲代謝廢物咧，會令到我哋嘅視網膜感光細胞慢慢流失，從而令到我哋老人家嘅視力慢慢損失嘅。而喺濕性嘅老人黃斑點病變咧，呢啲代謝廢物咧，可以引致一啲唔正常嘅脈絡膜血管增生。呢啲唔正常嘅脈絡膜血管可以有滲水或者滲血嘅情況出現，令到我哋黃斑點有水腫或者出血。所以喺濕性黃斑點病變嘅病人入邊咧，佢哋嘅視力嘅損失係會嚟得比較快同埋急劇嘅。呢啲就係當黃斑點有病變嘅情況之下咧，就可以出現黃斑點嘅出血啦。又或者有啲病人出完血之後咧，個黃斑點就開始結焦起拉，甚至會出現萎縮嘅情況嘅。其實深近視引致嘅黃斑點病變咧，亦都有幾種嘅。第一種咧就係一個結構性嘅問題。咁頭先都講過啦，因為我哋個黃斑點喺個眼球拉長嘅過程當中，亦都會扯到嘅。咁呢個拉扯嘅過程當中咧，可以引致一個我哋叫做牽引性黃斑點嘅病變。咁病人就會影響到個中央視力或者睇嘢會有扭曲呢啲問題啦。而最嚴重嘅牽引性黃斑點病變咧，甚至乎可以演變成為黃斑點裂孔。而黃斑點裂孔本身咧，亦都再壞一步咧，亦都可以引致黃斑點裂孔引致嘅視網膜脫落。咁最嚴重嘅情況之下咧，係可以引致失明嘅。咁而另外一種深近視引致嘅黃斑點病變咧，就係脈絡膜血管增生啦。咁因為我哋血管亦都係我哋眼球一個好重要嘅軟組織嚟嘅。呢啲血管平時係要帶啲好重要嘅養分俾我哋嘅眼球結構同埋我哋嘅黃斑點嘅感光細胞。但係當個眼球拉長嘅情況之下咧，有機會會拉扯到呢啲血管都會裂開咗，或者會引致一啲唔正常嘅脈絡膜血管增生。咁當呢啲血管裂開咗，或者有唔正常血管增生嘅時候咧，就會令到我哋黃斑點出血啦。咁當黃斑點出血嘅時候，亦都會影響到我哋嘅感光細胞嘅健康，亦都會影響到病人嘅視力，同埋影響到病人睇嘢有扭曲嘅。最後一種深近視引致嘅黃斑點病變咧，就係萎縮性嘅黃斑點病變啦。咁萎縮性嘅黃斑點病變咧，純粹係因為我哋眼球拉長嘅過程當中，會扯到我哋嘅視網膜同黃斑點組織都變薄咗。咁而個黃斑點組織薄到去某個位，就會慢慢喪失咗佢應有嘅功能。咁最後都係最嚴重嘅情況咧，亦都係可以令到病人致盲嘅。不過咧，喺年紀方面咧，大部分老年黃斑點病變嘅病人咧，都係年紀比較大，通常都係起碼50歲打後先會開始發生嘅。而喺深近視嘅黃斑點病變咧，佢哋嘅病發嘅年紀可以比較年輕，
有啲病人可能40歲左右已經開始發生㗎啦，大概去到50歲至60歲係高峰期。而老人黃斑點病變咧，就去到年紀幾大都可以發生嘅。其實兩種嘅症狀亦都係十分類似嘅，因為所有影響到黃斑點病變嘅問題咧，都係會令到我哋病人睇嘢會有扭曲。睇嘢扭曲嘅意思即係例如一個打直嘅直線會變咗一條曲線啊，或者我哋見到啲正方形會變咗形咁樣，呢啲為之睇嘢扭曲。第二咧就係病人個中央視力會下降。第三咧就係睇嘢可以有個缺口嘅，即係我哋中間睇嘢可能有個空，有個黑影係睇唔到。要確診黃斑點病變，病人要揾一個專業嘅眼科醫生去做檢查。嚟到見眼科醫生，我哋首先會幫大家滴放大瞳孔藥水，等我哋嘅瞳孔放大咗，然之後就再做臨床檢查，去睇一睇大家嘅視網膜同埋黃斑點有冇任何異樣。當我哋懷疑病人有黃斑點問題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會安排進一步嘅檢查。其中一個最常做嘅檢查，我哋係叫做光學雙光斷層掃描。英文係 OCT scan。光學雙光斷層掃描係一個完全非入侵性嘅掃描嚟嘅，佢好似就係用個特別嘅相機去幫我哋嘅黃斑點影幅相，但呢幅相係十分高清、十分高解像度，係可以令到我哋眼科醫生每一層嘅視網膜都清晰可見。通常做完呢個 OCT scan， 我哋就已經初步可以知道病人究竟有冇黃斑點病變，或者個黃斑點病變有幾嚴重。喺少部分嘅例子，例如當我哋懷疑病人有脈絡膜血管增生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可能會要求病人去再做進一步嘅檢查，例如眼底顯影劑檢查等等。眼底顯影劑檢查係一個比較入侵性大少少嘅檢查，因為首先我哋要喺靜脈注射一啲顯影劑先，咁我哋嘅血液循環系統會將呢啲顯影劑帶到我哋眼底嘅血管嗰度。然之後我哋就再影一幅眼底相去睇下我哋有冇喺某啲特定嘅位置有血管嘅增生啊，或者血管嘅滲漏，再去幫我哋作出一個最後嘅診斷，或者去幫助我哋決定治療嘅方針等等嘅。咁首先我哋要知道病人佢哋係有邊一種黃斑點病變，同埋佢哋嘅嚴重性有幾嚴重。初期嘅牽引性黃斑點病變，如果病人視力都仲係好好，或者我哋睇完個 OCT 掃描之後判斷個病人冇即時視力損失嘅危險咧，其實大部分早期嘅病變咧，我哋都係會建議病人觀察住先。但係觀察嘅意思唔代表我哋唔需要作出任何嘅跟進嘅。觀察嘅意思即係我哋都要定期見眼科醫生檢查，定期去做 OCT 掃描，同埋定期嘅視力檢查咧，去睇下個病情有冇惡化嘅跡象。而當黃斑點牽引症惡化到某個情況之下，例如個病人視力開始越嚟越差啦，或者我哋 OCT 掃描見到黃斑點變形嘅情況越嚟越嚴重，咁呢啲情況之下，我哋就要考慮做手術。當深近視引致嘅牽引性黃斑點病變再惡化成為視網膜脫落嘅過程當中咧，咁就真係一定要做手術啦。因為如果已經去到視網膜脫落嘅情況之下，唔得到及時嘅手術去處理嘅話咧，病人係可以失明嘅。而呢個視力嘅損失係可以永久性嘅。咁至於深近視引致嘅脈絡膜血管增生嘅治療方針咧，就係同平時我哋聽得多嘅濕性老人黃斑點病變都係類似。我哋係要做一個眼球內注射，將抗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呢種藥物直接注射喺眼球入邊，從而抑壓翻一啲唔正常嘅血管增生，停止呢啲脈絡膜血管繼續滲血或者滲水。如果真係病人唔好彩去到萎縮性嘅黃斑點病變嘅情況之下，因為個眼球拉長而令到個視網膜同黃斑點組織開始變薄同埋流失嘅情況之下咧，咁好遺憾咧，去到呢個情況之下咧，暫時都冇一個有效嘅方法，我哋可以逆轉或者延緩佢惡化嘅速度嘅。其實暫時我哋都冇好清晰嘅指引，究竟一個深近視嘅病人要幾多歲開始定期揾眼科醫生檢查。不過考慮到大部分深近視引致嘅併發症，例如黃斑點病變等等，大部分都起碼喺40至50歲打後先開始發生嘅。咁所以咧，我哋由此可以判斷，其實
睇深近視病人通常40歲至50歲打後咧，就要特別留意自己眼睛嘅健康。我哋通常會建議一啲懷疑自己有黃斑點病變嘅病人咧，喺屋企多做一個自我嘅檢查。咁我哋會用一個叫做阿姆斯特方格或者俗稱格仔紙嘅格仔表，去叫病人咧喺屋企自己多多幫自己檢查嘅。喺檢查過程當中，我哋會叫病人遮住一隻眼去望住嗰個格仔紙嘅中央。如果佢見到格仔紙入邊嘅直線同埋橫線有扭曲嘅情況，或者有啲正方形唔見咗嘅，有個空喺度嘅，咁如果呢啲症狀出現，有機會係黃斑點病變嘅先兆。咁最後我都呼籲各位大眾嘅市民，尤其是深近視嘅病人，如果懷疑自己有黃斑點嘅問題，例如視力開始下降、睇嘢開始有扭曲變形，或者視野嘅中央特別模糊，記得要及時揾一個專業嘅眼科醫生幫大家作出一個檢查同埋診斷，因為及時嘅診斷同埋及時嘅治療，對於治療黃斑點病變嚟講係十分重要嘅。